2024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代表队摕到头一座的冠军。比较这奥模式的总统府和文化总会会伫明仔载下晡3:20举行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，对凯道出发去到总统府。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也会亲身迎接代表团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同一面副冠军，但我们得了世界冠军。台湾选手摕到2024世界棒球12强冠军，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实行恭喜，每一个选手会当根据国光体育奖章得到国家颁发的700万奖金，并依旧会比较奥运模式，伫总统府接见台湾选手甲教练团，各举办英雄游行。我也会在总统府用3金鱼队架起剑门。欢迎你们凯旋归国！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，会伫26下晡3:20上场，为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口出发，经襄阳路挖入去关前路英雄谷，再过倒挖中孝西路一段南平、中庆南路一段，一定3:50到总统府。沿路会设8个天道，发放专属的旗仔甲国旗，各有2位乌烟站迎接英雄车队。其实我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，大概不到72小时，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台湾英雄感受到我们感谢他们，那也让所有来参与的沿线民众呢，可以用这个他们的热情去回应他们在球场上面的精彩表现。游行车队内底，国防部会派出有城市彩绘涂装的新型野战化卫车，播放乌烟曲，活动原来会专程直播，袂当到场的民众原来会当伫线顶参加。最想要看谁吗？队长吧。队长比较帅，陈杰宪吧，蛮帅的，很难得赢日本，因为就终止了日本可能要28连胜这样子，所以他们蛮辛苦的。12强摕冠军创造历史，精彩展现奋战精神，嘛互台湾2300万人团结起来，互台湾徛上世界舞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